1267就6.2，2467都係6.2，2367就10倍。我今晚又唔係好中意新歌嘅啫。呢一隻8嗱，其實安西唔揀8，我係揀4喎。只不過咧都係呢個馬房，我又估係抵出嘅，係啦。但係我未癲到揀8，不過咧就安西咁中意8，俾佢揀啦。反正我呢一場真係咩上一次佢係無故走出3碟啊嘛，呢個就有啲冇乜必要啊，冇必要地走出3碟啊嘛。我就唔搞嘅，我貼係4行頭嘅。事實上，但係呢一場我唔搞嘅。你話4啦，今季有咩好走勢啊？我又唔覺，佢有蝕過咁解嘅啫。佢啲好走勢都係以前嘅事，咁啊，我覺得呢一隻係正宗2200碼咁解。不過講真，臨場啲飛咧就8就麻麻地嘅，4好啲啲咁樣。不過咧都係煨晒落去啲127嗰度㗎啦。不過你叫我硬畫咗一隻，我一定係畫3啦，唔使講嘅呢個就1號3㗎啦。1號落得幾勁喎，應該係咯。依家啲 Q 咧就137為主嘅啊，馬好少㗎咋，要買㗎啦。依家入咗3隻，入剩4隻嘅啫。唔係有5隻嘅，咁啊！依家啲 Q 嚟講啦，都係137嘅啫喎，就係咁。我仲要3添喎，又唔係做世界咁好似。交啦，落足了啊！全部馬不準備，堂堂透暢賽事5班2200米嘅長途賽，大熱暫時係6啊，準備。好啦，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大燈電呢就少少慢咗，神殺金剛都係啊，咁啊神殺金剛暫時係褪咗去爆尾先。好啦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黃金風速就放到出嚟跑嘅，同寶寶外邊嘅第2位啊，齊歡墜落啊第3啦，神虎金剛呢就跟住個第4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別有大燈電響尾4啦，內欄嘅，再後邊嘅3隻啦，落足了啦，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黃金風速啊順住帶啦，同寶寶就外邊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係齊歡墜落啦，第4位仲有神虎金剛啊，第5位大燈電啦，後邊嘅3匹馬分別有落足了，尾位置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咧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咁啊都仲係呢隻黃金風速啊，咁啊睇下冇馬搞佢先啊，同寶寶就外邊嘅第2位嘅，再見到埋邊第3位有齊歡墜落啊，神虎金剛係2踏第4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咁啊落足了呢，上咗去第5，大燈電呢出定去2踏，響個尾3啊，後邊2匹馬仍然係香港精神神殺金剛呢，咁啊仍然向呢個包尾嘅位置啊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咯，有冇咁鬆容俾你自己放呢？黃金風速啊帶，紅寶寶啊第2位，後邊有齊歡墜落神虎金剛，再後邊嘅4隻內欄啊落足了，出邊呢仲有大燈電啊，後邊2匹馬紅眼罩63香港精神埋邊上翻少少呢，係神殺金剛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，冇喐過喎，黃金風速呢都順住帶嘅，紅寶寶呢就第2位，分列3、4位嘅馬啦，埋邊啊齊歡墜落，出邊啊神虎金剛啊，咁啊大燈電響第5，內欄第6啊落足了，後邊2隻紅眼罩香港精神黃衫淺藍帽，咁啊包咗落尾呢係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黃金風速呢就擠離咗少少嘅，同寶寶第2位啊，後邊嘅馬呢見到中間落足了追緊啦，出邊有大燈電啦，攝入邊上仲有一隻神殺金剛啊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黃金風速呢拋離咗2個身位啊，中間神殺金剛衝來相當好反應喎，外邊仲有呢隻落足了，最後100米到黃金風速接先，神殺金剛大步大路立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神殺金剛你趕唔趕得切啊？埋邊黃金風速2匹馬相當接近啊，落足了係咪第3呢？出邊追上去仲有隻香港精神啊，結果就黃金似趕得切喎，講到入到落去搞掂喎頭場大少女，咁啊上次勁到咁緊要，上次真係成家道啊，開熱門添啊！佢其實咧入彎嗰時俾個自己馬房隻香港精神封咗佢嘅，佢焗住圈入邊嘅咋。都有少少一放拖兩吹喎。係啊係啊。不過隻7號其實就你依家如果你計晒5段嚟講係有啲快啦，咁但係佢其實都算控制咗個步速，控制得唔錯，因為頭3段咧有2段好慢下，跟住咧但係咧由第4段開始咧就開始加快啦，跟住咧第4啊第5段咧呢2段咧快咗成秒嘅，我哋睇翻重播先啦。好啦，黃旗舉起，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大燈電呢就少少慢咗，神殺金剛都係啊，咁啊神殺金剛暫時係褪咗去爆尾先。
好啦，睇翻前面嘅馬啦，黃金風速就放到出嚟跑嘅，同寶寶外邊嘅第2位啊，齊歡聚樂啊第3啦，神虎金剛呢就跟住個第4啊，後邊嗰4匹馬啦，分別有大燈電響尾4啦，內欄嘅，再後邊嘅3隻啦，落足料啦，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啊，暫時殿後係嗰隻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轉彎入直路啦，前面黃金風速啊順住帶啦，同寶寶就外邊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係齊歡聚樂啦，第4位仲有神虎金剛啊，第5位大燈電啦，後邊嘅3匹馬分別有落足料，尾位置紅眼罩係香港精神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匹咧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咁啊啱啱第一次過終點咯，前面放嘅馬呢，咁啊都仲係呢隻黃金風速啊，咁啊睇下冇馬搞佢先啊。紅寶寶就外邊嘅第2位嘅，再見到埋邊第3位有齊歡聚樂啊，神虎金剛係2搭第4，後邊嗰幾匹馬啦，咁啊落足料呢，上咗去第5，大燈電呢，出定去2搭，響個尾3啊，後邊2匹馬仍然係香港精神神殺金剛呢，咁啊仍然向呢個包尾嘅位置啊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咯，有冇咁鬆容俾你自己放呢？黃金風速啊帶，紅寶寶啊第2位，後邊有齊歡聚樂、神虎金剛，再後邊嘅4隻內欄啊落足料，出邊呢仲有大燈電啊，後邊2匹馬紅眼罩63香港精神埋邊上翻少少呢，係神殺金剛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咯，冇喐過，黃金風速呢都順住帶嘅，紅寶寶呢就第2位，分列3、4位嘅馬啦，埋邊啊齊歡聚樂，出邊啊神虎金剛啊，咁啊大燈電響第5，內欄第6啊落足料，後邊2隻紅眼罩香港精神、黃衫淺藍帽咁啊包咗落尾呢，係神殺金剛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黃金風速呢就支離咗少少嘅，同寶寶第2位啊，後邊嘅馬呢，見到中間落足料追緊啦，出邊有大燈電啦，攝入邊上，仲有一隻神殺金剛啊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黃金風速呢拋離咗2個身位啊，中間神殺金剛衝來相當好反應喎，外邊仲有呢隻落足料，最後100米到黃金風速接先，神殺金剛大步大路攬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神殺。好啦，咁啊睇翻張相啦，咁啊最後就俾一隻6號咧都叫做追到啊！出彎嗰陣時有啲禮計啊，係嘛？啊，好似想自己 block 死自己馬房嗰隻馬咁啊，隻4啊！佢本來喺對面嘅時候仲喺外點嘅，佢就自己揀翻喺裏邊攝上嚟，然之後你又話要壓出去，又要讓你，你玩晒好唔好啊？咁騎師王落飛最勁嗰2件咧，一 Q 翻嚟喎，艾少禮都落得好勁噶，好合理啊！佢啲馬隻隻都叫晒糊咁樣。係啊，艾少禮今晚都好惡噶。好啦，咁啊，成家入晒嚟，就唔應該唔止一隻啩？今晚啊！哦，但係佢即係如果係呢個馬房就有30幾蚊啫，講練馬師王，我諗啊擺第個莊都冇30幾嘅。好啦，2場12有冇飛啊？少少嘅啫，暫時睇個孖寶飛啊6倍嘅呢一隻前鋒啊，跟住3場3咧就國士無雙，國士無雙啊，暫時都係少少飛嘅81蚊孖寶㗎。頭場又好似冇乜啲鴛鴦地嗰啲咁嘢喎，係咯，入邊又有馬追，係啦，係咯，即係出邊有馬追，好似幾公平咁樣喎。第一場啊，咁啊頭馬咧就係一個6號嘅神殺金剛嘅，對人派咗29蚊，位置派咗13個半。至於第2名咧就係7號馬嘅黃金風速，位置派咗16蚊嘅。第3名啊就係5號馬嘅落足料，位置派咗42個半嘅。6搭7嘅定位冇8倍啦，得翻79蚊啫。2重彩啊132蚊，3重彩1296蚊，單 T 咧就係300蚊剩嘅。6搭7嘅位置 Q 31蚊，5搭6咧就係95個半。至於5搭7咧129蚊嘅。時間係2分17個26，佢標準快咗4線嘅接近。咁啊都算係快步速嚟嘅，攬埋嚟計。好啦，咁啊4連萬啦332蚊嘅，咁啊步速快咗幾多啊？其實係快咗3線2。咁啊個場都有啲快喎。但係頭3段嘅慢啦，咁啊後跑尾3段。4重彩4851蚊嘅，就係咁簡單，4、5、6。不過第一場。